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主的带领让我能够代表大润中心来到富强教会，跟大家一同敬拜，也来分享上主的话，跟介绍大润中心的事工。待会在我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位同学，他更进一步的来向大家介绍他在大润中心的学习。以及这几年大恩中心都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在讲到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再一次来祈祷。上主，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感谢你，赐下生命成为我们的礼物，使我们能够与许多亲人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来连结，赐下时间成为恩典，使我们能够经历你奇妙的带领，也赐下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宝贝，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许多智慧。愿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传讲的还有聆听的都从你来得着益处。我们这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自从这个2022年的县市长9合1大选选完之后，我们台湾的各个政党就开始进入备战2024的总统大选。终于在昨天历经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选战，在昨天有了最终的结果。这场选举打得很激烈了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萨卡都的选举都会很激烈。我国小的时候就是经历这个陈水扁在选总统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学校里面选到最后，同学们都会反映出自己家庭背景的那个政治立场。在学校我们就会在那边喊说那个谁谁谁动算，用这个来当作是一种对彼此的呛虾这样。那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种民主的 DNA， 它就深深的刻在我的这个骨头里面。这个民主的 DNA 也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刻在每一个台湾人的这个骨头里面。我不知道现在的国小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像我们当初那么样子的受到影响，但是我想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是我们台湾的福气。这场选举的结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我想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会因此而感到有一些心情复杂，有一些人觉得可能蛮开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拉长远一点来看，它对我们的社会都有一些帮助。我来举一个例子。在今年每一年的这个学期末的时候，我都会邀请大润中心的学生一同来回顾这个学期的聚会，邀请他们来分享说哪一个聚会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在这一次的期末分享中，有2个同学，他们特别分享说，在有一次的这个议题讨论里面他们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次议题讨论里面，我们将候选人去识别化，然后把他们的证件拿出来看一看，这样子。那看证件其实是一件有一点门槛的事情，因为好多证件都是我们不熟悉的。那同学就用 Google 一边查一边讨论，虽然有讨论的蛮火热的，但是没有火气。那一个手头组的同学他就说，透过这样的讨论，他更知道他想要把这个选票投给谁，也更知道这个选举的意义，还有这张选票的重量。那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他就分享说，他其实非常的羡慕台湾人在喊那个动算的感觉，因为他们马来西亚永远都是一个党会独大怎么选都选不赢，所以人民普遍对政治是冷漠的。很多人会说选举结束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监督政府，监督我们选出来的这一些民意代表。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身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件比监督政府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用上帝子民的身份参与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如何用上帝子民的身份参与在这个社会里面。借着先知，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的话。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32章，这是先知在审判过后发出的盼望的宣告。以赛亚在这里说，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安歇在田园里面。我们会觉得很疑惑，到底公平公义要怎么在旷野里面，要怎么在田园里面？以赛亚好像是在描绘一个充满处处充满公义公道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有办法促成吗？这样的世界要怎么样子来达到？今天借着反思以赛亚所说的话，我们要一起来找到基督徒在大选之后持续关心参与公共议题的那一个基础。熟悉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一定都会晓得，以赛亚所说的每一个信息都有对照的历史背景，而这些历史背景都与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政治情势跟他们所遇见的国际危机有关。一般而言，学者将以赛亚书分成3个部分，因为根据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就对照到不同时代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被归纳在第一以赛亚的段落。第一以赛亚特别跟主前8世纪亚述帝国毁灭以色列的历史有关。如果我们要明白先知所宣告的话，那我们就得要先认识这段历史。主前8世纪，以色列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在中东，当时候的国际强权是亚述帝国。根据列王记下16章的记载，北国以色列曾经联合叙利亚要攻打南国犹大了。他们或许想要完成这个统一国家的大业。那当时候犹大意识到这个危机，他们就赶快去找了当时候最强的国际强权，就是亚述帝国，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在这个经验底下，果然南国成功的抵御这一次来自北国叙利亚联军的军队的攻势。亚述帝国没有停下来，他们接着进攻这个北国以色列，最终将北国以色列给全部灭亡。他们攻破了首都，将撒玛利亚里面的人迁到别的地方去住，将别的地方的民族迁到撒玛利亚来住。这为以色列的历史埋下了一个伏笔，也就是未来在争论血统纯不纯正的这个伏笔。当这个国际形势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南国的政治领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北国跟南国不像我们台湾跟中国有一条台湾海峡，他们是紧邻在一起，所以他们赶紧去找了当时候另外一个国际强权，叫做埃及，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其实，这个犹大国的领袖，他们做这样的判断，合乎情理，也够务实。因为在过去他们国家的历史当中，他们就有一次这样子成功的经验，借着依靠一个强权来抵御首要的敌人，致使他们能够度过危机。但是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反对这样子的做法，那一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他在31章的时候，他这样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他们仰赖马匹，
依靠甚多的战车，并依靠强壮的骑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他又继续说：埃及不过是人，并非上帝；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倒，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透过这些宣告，其实我们能够意识到以赛亚他要讲的就是，埃及是一个泡泡的希望盼望，不要相信他们。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赛亚他服侍的困境，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不认识耶和华上主的领袖，还有不认识耶和华上主的百姓。他加重他的宣告，他在31章的结尾这样子说：亚述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要逃避这刀，他的年轻人必做苦工，他的磐石必因惊吓而消失，他的领袖必因大起惊慌。这是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如果用我们最近的这个处境来比喻的话，我觉得以赛亚真的很像那个站在造势晚会上面大声疾呼的那个最强的助选员，因为他想要改变，他想要透过他的宣讲能够影响人认识耶和华，能够看见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盼望。但是他做的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致使这一群以色列民持续他们悖逆的心。但是以赛亚他没有放弃，他在32章的时候开始宣告这盼望的内容是什么。他在32章的时候这样说：等到圣灵从高处浇灌我们，旷野要变为田园，田园看似森林，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安息在田园。我们注意到，旷野之所以会变成肥田，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其中充满公义。因为有公义跟公平在旷野里面，人们才可以享受其中所结出的这个甜美的果实。照那个以赛亚所说，就是永远的平静以及安稳。如今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旷野，其实不是指真正的旷野，他是用这个旷野在比喻，用旷野的贫乏、不易使人生存的这个特质，形容社会里面公义缺乏的地方。换句话说，在社会里面，只要是公义缺乏的地方，就是使人不易生存的旷野。弟兄姐妹，在32章的1到4节，以赛亚曾经这样宣告，他说有一位王要用公正来掌权，但是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却有另外的铺排。他说上主的灵要从上面降给每一个人。透过经文这样子的铺排，我们能够察觉，对以赛亚来说，要让旷野充满公义，使旷野变作能够让人得着滋养生命的这个肥田，并不是依靠一位王或是治理国家的领袖与官长，而是要依靠耶和华，还有一群愿意跟随耶和华的人，领受他的灵来这个社会工作。我们会问，这样的人或许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呢？我想这样子的人有3个特质。首先，他们认识耶和华是生命真正可以依靠的根基。再来，他们以上主的教导作为反省道德与价值判断的这个标准。
最后他们被上主的灵所感动，所以愿意在公益缺乏的地方来工作，致使让上主的名来获得荣光。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晓得，一个处处有公义、有公道，使人与万物都得享安居的环境，必须要依靠一群认识上主的人，透过信仰反省与实践来促成。我想我们已经可以回答我在一开始提出的那一个问题，就是在大选过后，基督徒要如何持续关心这些公共的议题？我们要这样说，其实关心这些公共的议题，根本与我们的信仰是互相连接在一起。因为在现代，基督徒就是以赛亚所说那一群要领受上主感动与圣灵的那群人。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选出哪一个领袖来治理，我们的盼望是耶和华上主。基督是我们的信仰，同时也是我们参与政治、参与公共议题的立场，不是吗？所以在大选过后，或许我们应该要更用心的去听、去看、去发掘在我们生活周遭那些缺乏公义的旷野，用自己的一些力量，使这一些不公义的旷野有机会来蜕变成为滋养生命的田园。在去年的圣诞节，道安中心办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圣诞礼拜。到这个10月底快接近11月的时候，我把同工们还有同学们都找来说，今年我们的圣诞节大家想要怎么办啊？我们的同学居然说，应该说去年的这个圣诞节哈，他们说去年的他们看国际的新闻，乌俄的战争本来好像已经要结束了，但是战火却继续延续。他们看以色列还有哈马斯的冲突，许多人意识到，今年或许我们不应该要办圣诞节的庆祝晚会，而是要一同来反思基督带来了什么样的平安。所以我们就以圣诞平安为主题，办了一场圣诞晚会。在这场晚会里面，我们一起省思基督带来了什么平安。透过讲师的分享，我们理解到，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并不是用一个强权压制每一个人，让这个世界都有井然有序的这种平安。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也更不只是我们在灵性生命里面寻求的这种平安。基督所带来的平安，指涉的是一种人跟上帝有对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怎么样子能够实践这个信仰，让自己首先跟上帝有对的关系，让自己跟别人的关系在上帝里面看也成为是对的关系，让自己与环境所对照出来的关系，在上帝的眼光看也是成为对的关系。这样说来，基督所带来的平安，也要推动我们，促使我们去与人分享这一份平安。在这一个晚会之后，他们又规划了一场专讲。这一场专讲的主题探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大专的学生特别对这一段信仰告白里面对教会的论述感兴趣。这段教会论是这样说：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的学生就在问，到底什么叫做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其实爱与受苦就是耶稣基督爱人的方式。
借着他钉十字架所流出的血，就洗涤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黑暗面。借着他的牺牲，我们的生命更获得更大的肯定，以至于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若深刻体会到上主的爱，我们会想要回应他的爱。可是这又有问题啊！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上主？他跟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不是吗？所以我们唯独透过借着参与上主的爱，参与上主爱世人、爱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去回应上主的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挣扎，因为那是我们唯独爱自己所不用遭受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从现实要跨到理想，非常的困难。理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或许在现实跨到理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波折，我们会需要与现实做许多的妥协。但是我想，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应该要更比社会更能够有韧性的去承担迈向理想所遭遇的一切委屈与挣扎。为什么呢？因为借着信，我们这一群人已经事先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上主他必然会使这个世界充满公义，万物都得着更新。而现在，我们正走在这一条路上。要迈向理想不容易，但是唯有在爱跟受苦里面留意这种挣扎的感受，我们才会更清楚我们在坚持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条道路或许很艰难，很难走，要让不公义的旷野变成有机会滋养人生命的肥田，真的很不简单。就像是在以赛亚书，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19到20节所说，会有冰雹来攻击树林，这个城镇也会被夷为平地。但是，我们这一群看得懂又愿意这样做的人，被上主应许是有福的，因为他说：“然而你们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你愿意在缺乏公义的旷野里面，跟上主一同栽种公义吗？愿上主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勇气去爱，有勇气承担受苦，就如同我们信仰告白所说，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一同来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有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朋友，更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通过你的牺牲，我们获得一个新的基础。求你的灵持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走信仰的历程里，能够时刻被你影响，日日更新，致使有一天我们能够承担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使命，有机会在公义缺乏的旷野来大声疾呼，如同先知以赛亚，也如同过去我们许多的信仰前辈，努力的让这个旷野转化成为滋养人生命的肥田。主，求你当我们这样行之前，先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丰满的意义，致使我们有能量与每一个人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接着我把我们的时间